好，来马文熬早，天香兄熬早吼。我最近因为我咧赶工去啦吼，所以顶礼拜停休一礼拜。其实我明仔载开始可能爱搁赶工去啦，即嘛我只是礼拜，所以我平单我本来是应该爱搁继续加班啊，但是我平单吼，明仔载再来，明仔暗再来开始搁来加班。所以呢，我后礼拜可能啦，有可能嘛是拢爱停啦吼，我都读，暗时啊拢爱赶工。好，来，咱今仔日不管吼，咱今仔日来读，咱今仔日会当读偌济就读偌济吼。1654年8月10号吼，拜一。好，来。咱开始吼，8月10号拜一早起天光的时阵，长官阁下含迄寡议员又阁同齐出来，看到迄只船犹阁停伫咧原来停船的所在，也看到该船又阁发炮一响。阮咧摇讲，可能是咧通知阮，因欠缺鼎甲锁啊，因此咧长官遂下令装好4个鼎吼，也紧装好吼，赶壁紧来装好，但是呢，也无机会通派船来出港送去互因，因为风影也是非常的大。迄只快艇叫做塔佐湾号，也用大炮发炮一响，因为是顺流吼，而且顺即个海流啦吼，而且该船又阁真接近遮吼，所以阮希望讲该快艇有勇气来顺海流来入港。迄只领港船载着鼎甲锁啊，极尽所能吼，尽可能来要航往迄只快艇塔佐湾号遐去，但是因为海上大影吼。伫军舰吼，只好呢停留伫咧含该快艇有一段距离的所在吼，毋通伤活小卡着吼。好，领港员叫做 Sick Peters， 就对迄只小船来换做一只舢板，真费气来。经过一段奋斗了后吼，总算去到迄只快艇遐，并且用尾索将鼎甲锁啊来送去互该快艇。即中间风又阁开始对南方强烈来吹来，有时啊又阁风雨交加吼。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尾索。这些物件我甲Google一下，我有就是用来咧送，伫两只船中间咧吊物件锁啊尔吼。伊是有附荷兰文的原文。稍等下，我来水一下，我拄则无迄个。哦，我拄则咧剁一寡迄onion，
啊，你的代表是要哪讲我都袂晓。洋葱啦吼，哦，目睭嘛是佫足生诶，我面细个啊，就目睭佫足生诶。哎呀，我早者。叫做苍头啦吼，台语叫做苍头。拄则剁一寡苍头啊，结果手可能去目着吼，我拄则啊回着目睭哦，够生诶，好，较好啊。苍头，结果例句是老苍头，老苍头是基督户的头家娘，竟然咧用这，原来用这个老苍头吼，好，要扫颠倒找无啦吼，无要扫这个。来，我用这个荷兰文看找得到诶 ，copy 荷兰文。图片是一寡马啊，一寡马。来，我甲恁讲一个我撇步，我会用 Wikipedia 去找吼，我有兴趣找的。然后呢，但是即个字 Wikipedia 无收呢 ，Encyclo。因为Wikipedia 有时伊有各种无共语言的嘛吼，我会用即个，譬如讲用中文还是英文去找一个我有兴趣找的物件，然后去迄个无共文字去找迄个无共文字的，看另外一种语言是安怎讲即个物件吼。有时我袂去用迄个 translator， 会去用 Wikipedia。好，差无即个买数。好，问题就是领工完吼，做3版，甲用买数甲订甲锁啊吼，送去回家快艇去他做完好吼。下晡约了4点钟，上顺领工完，拄则迄个领工完叫做 Sick， 我记是叫做什么 Sick Peters， 对 Sick Peters 哦。上顺领工完 ，Sick Peters 坐着该领工船转来遮，报告讲，迄只快艇昨昏拍算，若是会当北，算北，驶过迄北边迄个礁石区，就要直接航往日本去。但是喺航行中发现讲无可能会当驶过迄个礁石区，因此认为讲，伫咧即个。伊毋是讲说个是虾过啦，就算讲驶过去就对啦吼。但是认为无可能吼。伫咧即个危险的状况当中，上好的选择是直接来即个港岛来入港。当因来到即个港岛的时阵，却意外被即个海鹰对后面冲击，甲船头往西边悬冲起来，地高去冲去算坐对伫咧一条暗礁顶头吼。伫暗礁顶头坐对，伫遐现在因为套牢，所以水深只敢若到脚头乌遮尔悬。若无即个意外，因应该已经来入港咯。昨昏规工到早暗，该快艇拢无发现有漏水的现象，但是对今仔早起就发现讲船底有滴水，水济到必须要用2个，这个机桶就是拍水的啦吼。但是阮最后拢讲碰扑啊，我毋知影，
敢有其他讲法吼？我想止痛无，哎呀，我手机还要无电，我煞袂记。紧充电，剩1%尔。剩3%，袂记。拄则咧运动就发现无电了。有充去啊！好。我先来用 translator 来翻译这个止痛。英文就叫做 pump， 所以我讲 pump 啊，就是英文就是 pump， 用来拍水的叫做 pump。自细汉我就拢讲 pump 啊，吼，就是翻外来语啦，吼。我来找看找台语有人有啥物无共的讲法。对应英文的 pump， 我先对应中文的止痛。台华线顶书店吼有水卒、水箧啊、水灵、水抽、油抽啊、抽。若用 pump 呢？对应英文 pump，P-U-M-P， 这无收。较早有迄个永夏书店吼，感觉永夏书店敢若毋知啥物原因，即嘛拢袂当入去啊。我看即嘛出来着永夏。用下啦，下门嘛吼。EN 区，哟，这是发生什么代志？是夏英大书店吼。来，我开一下甲。先说摕茶来啉。哇，迄个夏英书店即嘛真正找无啊，迄个网站无去，毋知走倒去啊，收起来。咱进前咧读的迄个叫做啥？台语文记忆迄个网站吼。因本来是用迄个杨云文先生伊家己的网站，伊即马甲即寡资料拢送互迄个叫做啥物？一个叫做台文加西咪，台文加西咪啦吼，加西咪。因即马咧处理啊，所以咱站吼，恁站我早起
所读的迄个出死线，迄个网链，就是对迄个什么鬼西米迄野网站来。啊，即马即个下行书顶，我毋知这是啥物人哩医护的吼，我伫咧即马看袂着吼。好，啊，所以这 pump 我就直接碰扑啊吼。用我细汉时阵最近的时阵所关系讲吼，讲即只船吼，即只坐对即只船，今仔载去发现讲对船队来入水吼，水做到必须要用两个碰扑啊，甲几啊即个水桶来甲水排出船外，互迄寡人愈甲真忝吼，疲惫不堪吼。因此，因就请求会当对陆上对即个陆上呢来派40个到50个壮年人去换班来抽水，并且每一个人拢爱炸几啊水桶去，如船长 Lucifer 会来批所写吼。伫咧该快艇上的人命甲货物吼危险无大，看起来拢会当抢救，而且如果海流淹起来，含顺风同时发生，就会当来航入即个港道内。安尼就连迄只快艇也有可能会当抢救起来。看起来，该快艇只是敢若算坐伫遐啊，算掉队伫遐尔吼，并无破力去。即个。华语人啊，吼，其实离开了文言文袂晓讲话吼，因为太侪词是文言词吼。所以其实我这开讲啊吼，我知影台湾，我看网络顶吼 ，Threads 顶头，足侪台湾囡仔、台湾少年人质问的吼，对因所谓的迄个，我爱加一个 quotation mark，因拢讲即个叫做一个 term 叫做机语吼。之语，就是讲迄寡对神仔来一寡词，因的用词，啥物立马啦，有诶无？吼，足侪种太侪，即嘛侪甲已经吼。我知影讲，足侪人对这足反感诶，但是其实我对因一点仔都无反感，因为我认为迄是因伫咧因的白话发展当中所家己生出来，家己所发展出来一寡新诶词。哦，这是表示即个语言有活力，哦，有生命力，才说会到。吼，啊，台湾话语就是无生命力嘛，你创袂出新词嘛，你就只好去捡人诶来用，啊，捡人佫毋甘毋愿哦，甲人嫌东嫌西，迄是人白话物件，白话发展出来，当然是看起来诚无文雅，文雅就爱个 quotation mark 吼，文雅这其实是有问题吼，看起来无文雅。迄白话发展出来物件，本来就是安尼吼。我一个足反对文言文的人，我一个足赞成讲爱用白话文的人，爱五手写五口的人吼。我当然足赞成用迄寡因所谓的即种词语吼。就是安尼讲啊，就是足侪物件都爱新发展，就是爱安尼用啊吼。为虾米你反对？你所讲的 Mandarin Chinese 对一字毋是词语啦，逐字嘛是词语。你干那去反对迄寡哦，做军队的对即个新仔迄边发展出来哦，莫名其妙嘛。你真正你若反对词语，你就来台语学台语，自头到尾连一句话都拢免讲，对无？啊，所以我一点仔都袂去反对因迄新发展出来迄字，因为迄是因。对白话所发展出来一寡足有生命力个用词吼，当然有诶是真正有诶是足粗鲁诶，无毋对啦吼。但是粗鲁会当卖用吼，我即满讲诶毋是迄种真正足粗鲁诶吼。譬如讲，我拍一个例吼，拍一比例吼。我即几工，忽然间想着讲，有一个词，我较早伫咧我最近诶时阵，定定阮母会讲，我会讲，逐个会讲吼。我煞袂记要安怎讲，就是譬如讲，你伫咧即满热天嘛，你想讲我要洗冷水，我要迄冷水呛咧身躯诶时，忽然间呛落时，你人会安怎？迄个动作叫啥？想起来袂？
各位，当然你也无方便讲话，我知吼。你小想者，我互你小心。迄个事叫啥？忽然间咧呛的人安尼规个，安尼有无？迄个叫做啥物？我忽然间袂记，我一两工咧想，奇怪，我若袂记即个事，我自细汉就晓讲，我久无用煞袂记。后来我忽然间佫想起来，吼，叫做大心亏，吼。结果我去查台语大词典，嘛真正查，佫查着即个事，吼。来，我查大心亏 ，TOA。TOA 第七声 SIM 大心亏吼，第三声。是大心气啊，大心亏，我毋知伊音是安怎写。KHIV。因为我会对即个止痛袂记摕掉，应该是大心亏无对啊，我过来大心亏。好，大家老师用手吼，大心亏，鬼说啥物？剧烈呼吸，喘大气，吼，走甲大心亏，讲甲大心亏，吼，这例句，这叫大心亏，吼，这是白话出来迄种大心亏，吼。但是我要讲的毋是啦，吼，我要讲的是，我是很解想了，我先怎讲？我要讲的是讲，我含阮，比如讲我含阮兄弟啊，阮足惯势拢讲台语嘛，阮自细汉就拢讲台语，我根本就无法度伫咧对话中插一个华语词，连安尼就感觉就怪吼。啊，所以阮就自然会发展出，譬如讲，敢若我含阮小弟，我含因。你讲话当中的时阵，发展出家己的理解，当然毋是讲互别人听嘛会理解啦吼。就是语言就是安尼，有时啊就是你含另外一个人，你伫咧语言伫咧沟通当中所发展出来一个词吼。比如讲，我最近想着吼，我含阮小弟啦吼，因为拢有咧算股票吼，伊就会甲我讲。我最近调车，调车啥物意思？调车毋是你车真正驶路，伊是讲伊买迄支股票，煞调伫遐啦吼。本来100块，即嘛剩80块安尼。要买嘛，你佫袂毋甘愿啊，毋买佫直直落安尼吼。调车啊，有时伊就刻点遐调车，就是表示讲伊拢刻伫遐买插伊啊，对吼。调车你当然你若即摆去查任何一本书店，可能伊就袂讲这是股市内底用语吼，讲你股票套牢吼，我看嘛调车查会对袂吼 ，CHHIA， 哇，连调车这个词都无吼，因为较早日本时代调车这个词佫无出现吼。就是我的意思是讲，我含阮小弟，阮惯势讲台语，阮连一个华语词的都插入去用，就感觉怪怪的时阵，阮会讲调车，阮会自然发展出即个词来表达讲迄个套牢吼。你讲要套牢吼，嘛袂管是安尼讲嘛，但是调车嘛足形象吼，就是一听就知影意思吼。即才是语言的活力嘛，你会创出一寡词出来嘛。台湾的华语就死去啊嘛！你，当然我安尼讲，有人就反对咯。我的意思就是讲，你的话咧比袂过别人嘛，比袂过西南海边的咧语言的运用的迄话咧嘛，所以你直直去互伊拖去嘛，这足正常的代志嘛。啊，若无你若有才调，你家己发展嘛，对无 ？OK。白话才是一个社会伊的思想活跳，伊的思想活力的表现。你搁继续教文言文袂要紧，教恁家己就是真正读个拢大家拢读个空骨力，连一个华语的迄个活力表现袂出，生命咧表现袂出，干嘛？点嘛？伫你教你骂人知语，你啊无你是家己你台语是讲咧偌好，我才讲台语毋是迄个，毋是咱讲的即个福建台湾意思吼。伊迄个台湾华语啦，吼。
台湾是哪句啦？恁都无迄个才调，恁阁看袂起人的迄个白话出来物件。我有一回我甲即寡我一个观点写，迄个叫啥？下度岛，伊看无，伊毋知我咧讲啥。好啦，歹势啦，有人间手机接9:57吼，含恁分享一下。哟，爸比今仔日无入来吼，爸算阁袂记啊吼。好来，咱继续看咧吼。警官阁下含伊的议员听到，就全心全力开始设法要来抢救因哦，就是听到伊所批写来讲的啦，讲船顶的物件无啥物危险吼，而且即个若顺风吼，若海流若涨起来，应该是会当脱离开啊吼。而且呢，因迄只快艇是敢若去克掉的，并无破裂去吼。好，顶官阁下含伊的议员听到呢，就全心全力开始设法要来抢救因，遂决定讲要选派45个勇壮的人，包括着士兵甲其他的人，带着阮伫咧处队全部的迄50个婆嘴即个水桶吼，去做几只舢板，去迄只快艇遐。若是有合着上帝旨意，就要用即寡碰扑啊，甲水桶去抢救该快艇。因为现在已经天黑了，无法度出发。不过派发的人员甲舢板拢已经随安排好。要利便讲明仔载起就会当随时及时要出发吼。但是现在所讲的吼，因为万能的上帝旨意来遭受着不幸遭遇，也不止如此，不止安尼尔吼。阮也阁遭受到更较惨重的遭遇，就是上述迄个领工员对上述快艇的船长 Cornelius Lucifer 的喙所听到吼，对伊的口啦，对伊的口所听到，就是关系到昨昏早起就已经伫咧迄个停船处消失的迄只便船船勘辨号的遭遇。即个船长 Lucifer 捌伫咧幕府发作以前，伫咧迄个停船的所在，亲自去过迄个便船顶约了15分钟，并且派来处队担任稽查官的 Gerard de Ryder、下设上务员 Robert Barrage 和因的某，以及下设上务员 Michael Van Heteren 和因交谈过。拄则讲的这3个人会对拢注脚吼，咱再来看。而上不幸的就是讲，该船长 Lucifer 以及伊船顶的人拢深信讲，该便船已经伫北平交石区底下已经做对了吼。尤其是该 Lucifer 对俗称叫做 John Put 的这种便船的船长遐听讲，如果这种天气安尼来继续落去，伊将会航往偏哦。对此 ，Lucifer 不该主动啦吼，关于劝因讲毋通吼，伊认为讲因无法度航越迄个北边的交石区啦吼，而且该快艇昨昏要航来处队途中，因有看到海上漂浮着真侪对船的即个气体吼，就是船边啦吼，对船边破裂所流出去的物件，有几块啊即个桅尖甲桅杆的即个圆木条吼，也有一个钉的一个环吼，一个钉的环扣，也搁交伫迄只快艇的即个船边吼。对各种情形看起来，船顶的迄寡人大概拢无人幸存吼，无人活伫吼，无人大概拢代志拢无好吼。这真正是太悲惨的消息咯。也是即只便船勘辨号来遮停船了后，阮所会当听到关于该船的第一个消息。这对船柜公司无疑是一个真大的打击，丧失了船号以及遐尼侪杰出的人物的性命甲物件。这亲像是万能的上帝发怒起来，出手来怒视美的打击吼。
因为有遮尔长的时间，此地的天气是遐尔啊出奇良好。伫咧即个暴风忽然间发作以前，完全无强风。自从改变迄阵坎本号来到此地了后，阮一直拢伫咧，只敢若看到伫咧岸边，甲即个港岛里有影咧滚架，有时啊落雨安尼尔。阮对此地即个城堡，或者是下面其他的所在，拢看袂出讲海上有遐尔啊大的变动。伫咧沿岸一个圆岛了后，暗时啊祈祷啦，圆岛了后，长官阁下含议员想到即个错误的估算，就决定讲要命令即两只船载着还未落来货轮以及另外一只叫做蔚蓝号，蔚蓝号，毋免停靠船上要装载糖，就要趁着即个宁静良好的天气航往澎湖。迄只计划就要派往日本的快艇他船号，将伊设法来带入，该带入来港内。迄只尔港船为着即个目的，已经准备好要停。伫迄个悲惨的礼拜日暗时啊，即场敢若是对岛仔内底所导出来忽然间发作的暴风，伊讲伊用一个形容然后敢若对岛仔忽然间导出来，忽然间发作的强风。就安尼来袭击了即寡船只。袭击即个袭哩，我查者是啊，读习啊习啊，汉字习SIP， 就安尼来袭击了即寡船只迄个强风来袭击即寡船只。阮应该要安怎呢？爱自怨自艾吗？就是我伫遮口字边啊读感觉家己怨叹啊，踮遐直怨叹嘛。迄是无尊敬上帝无敬虔的表现安尼会招致万能的上帝更较大的怒气就是无信心嘛，对上帝无信心嘛像去点倒硫磺安尼的。来激怒上帝，就是若敢若会去点倒好药相款，并且呢，互阮会阁去遭遇着衰运，上好的办法就是讲，屈服伫咧伊神圣的旨意之下，含阮的兄弟对内心来恳求伊的怜悯，祈求伊来施恩保庇，互阮会将来一切平安。为着即个缘故，长官阁下就虔诚来安排，就伫咧即天的暗时啊，由牧师 Johannes Cliff 召集所有公司的职员，除了伫咧周围的即个士兵以外，拢来长官阁下诶官体楼骹的大厅里。官邸的即个邸，我查者我对下是甲读另外一个汉字啦体若是要读即个邸官邸大官见皇帝的所在叫做邸，客馆或者是寓所拢是邸，军队也是邸所以大家拢来，所有公司的职员除了等于徛卫兵的拢来长官阁下官邸楼骹的即个大厅里，非常敬虔奋兴啦兴奋嘛兴奋是第七声，一起算面53，所以变做奋兴非常敬虔奋兴，全体。同齐来为着即个危险的状况，来上帝阮的主献上恳切的祈祷。拄则这落长就是讲，即天暗时啊，大家就是安排来祈祷就对啦。慈悲的上帝，慈悲的主啊，请对天顶垂听阮哀哭的声音，回头来看顾其他的船平安无事。无论是迄只 Verity 号，或者是迄只 Pelican 号，迄只阮到今还未接到消息的船，也拢请保庇对巴达维亚，或者是对东京所航来者的其他的船只，以及为着要拯救失事的乌切
顶头遮尔侪人命，而对此地航王布拉达岛，这段故事咱到当也要看到结局吼，就是派去东沙岛吼，布拉达岛要去救遮侪人诶，迄只船吼。迄两只船吼，毋是一只人，两只船会当保守因遮尔侪人会当免伫遮尔可能的死亡吼，并且互尊贵的公司袂阁去遭受着损失甲伤害。长官阁下为着要对迄只快艇得到阁较侪消息，就用书面逐条一条一条写好，写一份备忘录，交互上述的领工员，以便伊明仔载起去该快艇遐会时阵会当。来询问吼，来问即寡消息就对了吼。因为阮对上述迄只勘便号完全无收到任何的书信，无定对去过该船的上述的船长 Lucifer 遐，还阁会当探听到一寡消息。长官阁下也伫下晡派商务员兼政务员叫做 David Hartwell 来解动一个马条的工人，两人拢骑马去。清水溪吼，迄角头去查看是毋是有船顶的物件飘落来伫遐，并且去遐下令，爱派人对遐去摇港，也对摇港，是摇啦吼，还是摇？应该摇港吼。去遐去摇港啊，对摇港派人去打狗。查看共款的代志，就是看海边有啥物物件漂浮伫即个海面上啦吼。但是伊还落伫暗时9点的时阵，转来报告讲，因敢若看到一块船顶的即个乔木我甲读做乔木曲木嘛吼，曲的弯曲的曲吼。即毋知啥物件，不过按照伊的看法，迄块乔木太旧了吼，也浸水太久，无可能是属伫迄只勘便号吼。另外，佫有一块无介大的叉吼，以及迄支顶头已经所讲过的手机，此外无看到其他物件。伊已经下令派人去摇港和打狗查看，结果如何，阮还佫听候消息。祈祷了后，对上站城堡有人来长官阁下含议员报信讲，迄只便对船威特南号又佫鸣炮一响咯。按照因的想法，一定是该船触地落来。所以呢，伊阁下含因阁下就是你写啥？伊阁下含因阁下，就是即个长官阁下含因即个议员阁下啦吼，随爱去即个顶站的城堡吼。所以因就随走去个顶站城堡啦，但是呢，伫遐听候良久，却不见动静。期间风力渐渐平息，就将机关顶的即个明亮的灯火，搁再甲伊升起哩，甲即个灯火升起个机关顶，并且规暗挂伫遐，以便威特南号若是讲意外浮起来，伫黑暗中随时会当看到即个城堡甲港岛的位，即灯火就光诶，还是讲讲无介远啦吼。咱敢若即马叫灯塔，即种功效就对啦前半暝天气非常的晴朗，天顶好亲像甲云抹掉咯正青非常的光，明亮耀眼。暗暝持续的即种天气即种好天，海上也平静落来，风也渐渐看会停落来了。这是8月10号，咱头一篇读半点钟超过10点11分，8月11拜二好天。但是停船厝和港岛即个位海影也是真大。不过昨昏决定要派去快艇塔朱兰号，迄要协助紧急工作的迄45个士兵，也是坐着舢板，及时去到该快艇遐。迄只加入号
Swartwas 号，伫最近即斗的暴风雨发作以前，拄啊好装上最后一次，要再去交互变态船威南号的糖，现在又搁甲即寡糖甲伊落来，随装起哩装上2个钉甲2条锁仔，以便一旦会当出港，就要再去交互上述的即个威南号。不过真遗憾，因为对海岸车内密封，以及因为即个港多年日军甲的即个海影，还阁袂当出港。上述迄只威南号今仔日早起又阁发炮一响，应该是伫咧通知阮会当送订甲锁仔去咯。就伫咧迄当阵，长官阁下听讲，迄只变态船威南号的大副甲迄个目枪，以及其他5个人，因为即个消息，随着迄一只舢板对迄只快艇塔佐安号来遮起伞，因伫咧即个暴风雨的期间，拢密伫咧即只快艇里。长官阁下听了非常戆领吼，随着派人去甲因找来吼。因来了后，就问该大副讲，伊为何伫咧即个危险的状况之下离开伊的船？伊应讲，迄毋是伊的错吼，迄毋是伊的错误，是意外发生吼。伊伫咧拜五看到伊的船四周围海影非常的大，也注意到讲伫咧迄个情况之下，就算有强大的南风或者是西风，也无法度航越北边的礁石区，因为迄个美丽的海影已经往海岸杀来。又搁因为因的船长甲二副拢去布拉达岛，吼，所以伊才去变态船勘辨号遐，含该变态船的船长含大副来商议，吼。万一若拄着危险，应该爱如何来处理上好？伫迄个期间，风势开始增强起来，因此伊伫咧拜六下晡离开勘辨号，要航回威南号的时阵，也无法度转去威南号，也无法度转去勘辨号遐吼，因此只好去留伫咧快艇塔佐安号顶头。过两日暗时，迄个暴风雨遮尔猛烈，递到即只快艇伫咧礼拜日来遮，即个港岛遮来遮坐队吼。长官阁下对伊的粗心大意，该严厉斥责吼，因为这时阵迄寡水手拢搁伫船里，因此就派伊该同伊2个的人做2只新仔人的舢板，配着迄寡舢板的一个桨手啦吼，各船的人吼，各船我讲各船听有划船吼。这是阮的 Q 卡吼，我看嘛，吉他 Q 卡 KER 第3声 CHUN 第5声，因为我毋知其他 Q 卡要哪讲，哇，无哦，我查了个，竟然无，敢是其他 Q 卡无？个，我只好用汉字来查，毋是鬼色查一个划船。划船用的工具有桨吼，有钩吼，钩是用吐的啦吼，钩桨吼。哦，我歹势啦，我发音我走错去啦，应该是钩船啦吼，毋是钩啦吼，我发音走错去吼，钩船 KO 吼。所以咱转来即个日志者讲，派伊吼，派即个二副吼，爱做2只新仔人的即个舢板，
配上即寡山板顶的即个过掌的即个，是叫做过手啦吼，就水手嘛吼，过手滑手吼，配上即寡山板的过手吼。汉王请歌园、松果园吼，或者是上果园吼。汉王请歌园，即毋知啥物所在吼。要去看讲伊会当对遐尽力来设法去去即个落迄只船无吼？落船是登船吼。伫咧伊试行的时阵，也特别命令伊讲，如果伊若落船，就爱落船是登船吼，爱提高警觉。一旦发现北方又搁开始要透来，就爱随吼。若是情势有可能的吼，若是有可能的吼，就爱随汉王片湖的庙园，就是马公园吼。看来毋是说就爱紧去马公园吼。这只我看到一个书叫做“若情势可能的话”吼，我听到足侪南部的朋友啦吼，会讲。若是有可能的话，吼，我一直感觉迄个话即种讲法，毋是台语的讲法，我毋知影各位是安怎想啦吼。因为我自细汉毋捌听阮所有阮的士大人、阮庄头的人，啥物的话吼，即种讲法，阮敢若讲若是安怎，若是安怎，袂有话即个话即个。话尾出来啦，阮袂有即种话尾出来，足奇怪吼，是毋是受到华语影响？即查大理大书店敢查有，应该是无法度吼，我看觅。话我大概用直接用话。无可能吼，无啦吼，我看觅啊，若是。直接用话咧，嘛无好。好，今仔日大家咧上班啊，较无方便开讲吼。若伫咧读即个出师所，还是讲你若方便伫咧即个车轮站留一下话，我再看觅啊。无声，我即马才看着三年我即马是无声吼。三年我甲你扭起来，有啦有声啊吼，因为我站就是恁站，我早起。读迄个出师线一开始开班，我明明讲话，麦克都会准的，但是大家拢无听着。好，我想我读到即嘛都已经要煞才发现咯。好，好，你若方便再讲你的看法啦吼。我感觉迄啥物会话，啥物会话吼，即种实在是华语的讲法，我感觉实在台语应该是无啦吼。好，咱等下只讲，一旦发现吼，北方又搁开始透来吼，就爱若情势有可能吼，就爱随汉王片湖的庙园，就是马公园，阮会尽量较紧来派加入船斯瓦特瓦斯号，甲上述迄两个艇甲锁送去遐互因。如果发现讲因为风力微弱，无法度来航越迄个北边的礁石区。就爱尽力航离开迄个礁石区，这是你讲呀沿岸落南吼，就是你若北无法度，你就学落南吼。不过天气若依持目前即种良好的状况，安尼有可能明仔载起，上水迄只加入船就会当甲艇甲锁伫咧即个停船的所在来交因咯，交因去使用咯。另外，阁还要命令伊讲，伊若一旦伊若坐即个舢板去到伊的船顶去落船，就爱尽量较紧写一张简短的批，派一个伊的人含迄寡新仔人同齐来送转来遮，来讲
来说明该船的状况吼，并且来说明讲该船还佫会当装偌侪糖入去，以便来载糖去互因。同时呢，今仔日早起，迄只领工船真有会当真可能来去停伫停挖迄只靠浅迄只泽对迄只快艇塔转号吼塔转号的所在，然后用舢板一只一只吼来去来对该快艇来落船顶的即个号吼。迄寡舢板也会当对该快艇装一寡目前需要用，而且该快艇暂时会当无用到的锁啊、迄个插桶等等的物件，直接来航来遮来起山。即寡工作今仔日真认真，继续了规工。船长 Lucifer 离开该快艇，坐只舢板来到遮。伊讲，昨暗迄只快艇的船队总算是被冲起来，就算用海水拍，结果船队忽然间可能拍起来，结果破裂去吼。不过，游员有机会来抢救大部分的货物，关系到迄只边队船勘辨号，该船长伫咧做军迄个拜六甲礼拜中间的午夜吼，暗时啊半暝啊吼，看见该船失去了伊的定。伫伊后面漂流一大段的路程，因此伊真恶去想象讲该船会当航越迄个北边的礁石区，而且伊即只快艇塔主湾号也因为迄个恐怖的即个暴风雨，伫个礼拜日早起失去伊的定，煞尽力想要来航越迄个礁石区，拍算就是煞来尽力想要航越迄个礁石区吼。我做只即个煞是咧接煞的意思吼。拍算要直接航往日本，但是呢，发现讲因愈来愈被杀往迄个礁石区去，因此来改变方向，直接航来即个港道进行运来到，但是又阁真不幸被意外海涌甲船头杀去西方冲过去，地到去靠岸伫迄个岸边吼，坐对伫遐就对吼。坐舢板对于陆地出航的蔚蓝号的迄个大副，因海涌伤大，被逼伫咧约下晡5点钟又阁转来遮。领工员 Sig Peters 伫咧今仔日也阁再一次坐舢板出港要去蔚蓝号遐，也共款被逼转来港内。因此，阮只好耐心来听候，要甲即只遭难的快艇上的即个货物甲落来，无可怀疑吼，一定会持续几若工吼，就是敢若要落这号啊，落几若工吼。所以伫咧今仔日暗时啊，为着要互一切安排妥当，长官阁下就下令吼。命令即个 Frederick Shigado 阁下爱去看顾迄寡舢板载入来货物，并且真妥当来甲因收藏吼，而且爱注意即寡舢板，以免讲有货物被载去即个市镇的后面造成威胁吼。什么意思？造成威胁是啥？惊用算去互因。乌西再去卖掉吼，为了即个目的，也要踮咧迄个卖肉的市场吼派兵驻守吼，真正是安尼吼，惊因家己偷偷再去卖吼，规暗来看守吼，而且呢，随时拢爱由士兵来守卫吼，而且呢，税务处还阁要备讨，就是要传一只舢板，以便要阻止要逃走的船吼。要走私的船吼，为着呢，要伫咧明仔早起去落号，因暗又阁已经准备好12只舢板，并且为着要互该快艇落货时阵有阁较好的即个算特殊吼秩序啦，特殊，就将会派即个下设商务员 Elsevier 和 Barrett Ruven 做代表去该船顶指挥。
因将会留踮咧遐，一直到落雨完毕。拄我想着讲，前一篇有小概3个人吼，前一篇有讲着讲。讲船长 Lucifer 亲自去过迄只边队船长，约了15分钟，并且含派来处队担任稽查官的 Gerard DeRider 下设常务员 Robert Barach 和因的某，以及下设常务员 Michael Van Heteren 交谈过吼。这3个人的对拢主卡，咱来看一下吼。Gerard DeRider 是1646年以助理做这个奥利芬河建农亚洲，1651年升任下设常务员，1654年以处官阶伫台湾担任秘书甲临时稽查官，就今年啦哈。同一年的12月22号，由巴达维亚派令加做稽查官。再来是 Robert Barach。是1645年以炮手做李沃登河建农亚洲，随即建农佛罗摩萨，伫遐伫1652年升任下设常务员，1654年担任地方官的秘书。再来是 Michael Van Heteren， 是1642年以助理做鲁芬河建农亚洲，1647年伫台湾升任下设常务员，1652年伫遐。管理商店，1654年伊个保持同一个官阶，就是下设常务员吼。好，剩1分钟，咱今仔日就读到即个8月12号拜3吼，咱读到遮，结果今仔日敢若。读2篇尔吼，因为每一篇拢诚长，而且我阁开讲一时啊。好，内底有下底新朋友欢迎你吼。阮已经读煞吼。我来看一下 chat room 内底有啥物笔记无？哦，拄则马文讲加仑笋吼。啥有写大心气吼？天阳兄有分享一个叫做“零角喙无接大心气”吼。意思啊，意思讲喙型生敢若像菱角的人吼，腰贵就对爱食吼，无食的时阵吐大气吼，表示这人真爱食吼。零角喙无接大心气，我今日才听到吼，大心气吼。好，马文嘛认为讲啥物的话吼，即种表达法吼，应该是华语用吼。其实真正是即种就毋是好的即种。我认为你受了其他语言的影响的，有的是会当用的，但是有的是袂使。比如讲来，你若安怎的话，迄是迄个师母，其实我师母是歹听话吼。迄个话语其实是无好诶，为虾米？因为是假出来诶嘛，就是我为虾米要用师母即种歹听力，就是讲你无代无志，你搁加一个无应该加出来物件，是听啊就恶杂诶吼。因为你头前字啊，若有若是，迄著已经就是会话诶意思啊，无必要搁来一个会话吼。免讲若是安怎，后壁佫来即个若是，你听了感觉怪怪吼。所以台语的表达法是用若是，毋是会话吼。包括伫华语，你若嫌若是什么的话，迄嘛是足假路的啦吼。你表达语言简洁微要啦吼，无必要安尼拖甲落长吼，共款的物件直讲安尼。好，所以咱今仔读到遮吼，感谢各位即礼拜可能明仔载，对我来讲是明仔载啦吼，就是可能就无嘛，相款就是各位明仔载吼，可能就无法度，我爱赶工吼，
应该是啦吼，你有兴趣，你再看一下我有开房，我若无开房，就是意思就是我即个就是停困啦吼，因为我赶工我无法度来读即个就咱遮写日记。好安尼，感谢各位吼，今日读到遮我来关房。